各位朋友望過嚟，今年呢真係買樓抄底嘅好時機。你睇下呢一個屋苑，呢一個戶景，而家首期只需要5萬蚊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南北對流嘅4房單位，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俾你。有冇記得電視機、梳化、茶几、空調呢啲寫住個送字嘅，全部都係送，包括呢個餐台都係送俾你。呢邊露台嘅洗衣機啦，都係送。廚房所見即所得啊，乜都有齊，乜都送啊，冰箱又送，消毒櫃都送。呢度返拱北只需要20分鐘嘅車程，成個小區已經起好晒，配套十分之成熟啊，非常之適合買嚟自住或者係投資，租俾人哋都易租抵供啦。5萬蚊嘅首期，月供3000零蚊，你就攞低呢一套4房單位啦。感興趣嘅街坊啊，評論區留言攞資料。